呀，怎么来自他们那儿？赶紧去。匆忙用家的老祖他们弄的自己赶紧去。赶紧去。
现在您看到的是雍阔美服的时装秀。玉树姑娘勇敢卓玛从父母的布料铺子开始，在2014年推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个人服装品牌雍阔美服。勇敢卓玛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品牌，他想和自己一手打造的品牌融为一体，一起成长。而这也是他对服饰文化的热爱和理想信念的坚持。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，雍阔美服受到了玉树地区人民的广泛喜爱和认可，并被广大女性同胞所熟识。在雍阔美服的设计理念当中，他们的衣服应该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，时尚与舒适相结合，以传统的藏民族服饰文化为中心，将传统的手工艺结合现在年轻一代的审美，运用到传统服饰当中。
杨家装满了点点就推荐囊，而且正面在卡大张，没对全部的切两步，